保時捷老款車嘅車主唔使再羨慕新款車先有嘅主副駕大連屏啦，呢套1比1開模，專供老款車升級嘅超大雙聯屏嚟啦。如果你部老款保時捷 Macan 因為中控螢幕細、導航唔方便、倒車影像模糊、冇科技感，就想換咗佢，咁你就真係試到都唔認得啦。因為保時捷嘅底盤操控基本上優於市面上所有車款，而且佢嘅外形靚仔，咁多年嚟一直都唔過時。所以使幾千蚊將車裏面做個小升級，你一定會重新愛上你嘅老款保時捷。眼前呢套無損安裝嘅主副駕大連屏，功能唔單止得音樂、影片、導航咁簡單，簡直係一舉多得。呢款大連屏自帶 CarPlay， 我哋直接連接就可以將手機上嘅 Apps 全部投到大屏上面，之後喺車機大屏度操作手機功能，簡單快捷，一目了然。連導航地圖都一樣方便，仲支持主副駕聯動添，手指一劃就傳到另一個屏幕，方便快捷，又快又好玩。地圖軟件同娛樂軟件基本上都可以使用，喺車機應用商城下載就可以。對我哋港澳車主特別友好， YouTube、Google、Facebook、IG 等應用都可以直接用到。港珠澳嘅 Cayenne、Panamera、Macan 車主快啲約上嚟啦！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喺珠海有2間門店，專整保時捷。